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年新妇，两年围堵，三年婿妇。意思是做人新妇的人，头一冬一般拢会真听大家话，到第二冬就比较较有自主意识。若是无认同大家所讲的话，就会表示意见。到第三冬声较大，就无一定啊。那么知影讲，成功查甫人背后拢一位伟大的女性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统计，好新妇的前3名分别是摩羯座。这款星座的人是典型的女强人，大部分事业拢有成就，结婚后会变甲真温柔，是贤妻良母。双鱼座个性天生浪漫，对待朋友甲厝内人真好，对待另外一半搁较好。白羊座伊个性呢真乐观，对待翁婿真有耐心，愿意牺牲家己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一年新妇，两年围堵，三年婿妇。